為咗應對氣候變化，響應國家雙碳目標以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，香港需要新一代嘅潔淨能源。本港嘅人工煤氣約有一半成分就係氫氣，配合煤氣公司嘅管網抽氫技術，以及遍佈全港長達3700公里嘅地下管網，我哋憑藉呢三大優勢，率先推動香港氫能發展。繼2024年喺西貢一個板式網球場設置香港首個氫燃料電池設施，為電動車充電之後，過去1年，我哋加快步伐，將承諾化為實踐，積極推動更多氫能應用項目落地。第一，配合第15屆全運會綠色辦賽，我哋透過一體化氫能發電機，為高爾夫球賽事場地供電，展示氫能支援大型活動嘅潛力。氫燃料電池發電機運作嘅時候，氫氣同氧氣結合會產出電力，而副產品只係水。相比一般活動常用嘅傳統柴油發電機，可以做到現場零碳排放、零污染物同埋零噪音。第二，我哋將氫能應用拓展至綠色出行。2026年第2季，煤氣公司喺北角總部設置咗全港首個雙下電動車充電系統，為電動車提供方便潔淨嘅能源選項。第三，煤氣公司同堆填區營運商合作，喺將軍澳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部分開發全港首個綠氫生產項目，將堆填區嘅生物沼氣轉廢為能。預計首批香港製造嘅綠氫將喺2026年中投產。從承諾到實踐，煤氣公司積極聯動產業鏈上中下游夥伴，喺各方同心協力之下，香港氫能生態圈已逐漸成型。未來煤氣公司將繼續連結社會各界，以氫能驅動香港嘅新質生產力，同香港攜手邁向可持續嘅零碳未來。